目前咱国内这客运司机欠人是欠甲真严重，特别是疫情期间，这公车客运减少车帮，真侪司机就解雇啊。以彰化来讲，这客运司机大概是欠25%，业者表示讲欠人除了受到这警司照影响，而且这客运司机上班时间真长，还要面对乘客投诉，这拢会影响到民众找头路意愿。公车是侪学生囡仔、民众重要的交通工具，但是台湾大客车司机欠人严重，尤其前几年受疫情影响，未少司机换头路。以彰化来讲，大客车司机的亏大概欠2成半的人。以这个车甲人员的比例来讲，大概欠的目前是将近2成半至3成。就是疫情中间吼，咱这个物流业一直发展嘛吼，司机大部分走去物流业。可能是少子化嘛有关系啊。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缺工啊，游览的目前游览的是还好，那年龄层会比较高一点，差不多55岁以上。业者表示，公车司机因为太平时间长，加上这阵市区的路草复杂，各有自由业的选择多，造成司机歹找人，少年人嘛无兴趣。公路局今年就举办5场的大客车驾驶人才招募活动，希望解决欠工的问题。伫今年的9月初7吼。伫阮彰化监理站吼，有来办理大客车驾驶的一个扩大的征才活动，驾驶是来去啦。目前来讲，普遍咱驾驶员嘛是拢无够，希望咱所有的有兴趣的大客车驾驶的民众吼，踊跃来参加。公路局表示，透过活动每合成功的会提供受训补助、生活津贴、就业奖励金。除了中央的补助措施，有的业者嘛有奖励机制，亲像司机介绍金、加做满1年的奖金等等，拢是希望吸引民众投入大客车司机的行列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